香港網路上流傳一段影片，內容顯示一群年輕人在街頭被警員截查，並要求出示身份證。然而，在檢查完畢後，警員並未立即將身份證歸還給當事人，而是延遲了一段時間。這一情況引發了公眾的討論，警員延遲歸還身份證是否構成失職？根據香港法律，警員在執行職務時，有權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，以進行身份核實和調查。這項權力源自入境條例，市民必須配合。然而，法律也規定，警員在完成檢查後應盡快歸還身份證，除非有合理的理由需要進一步扣留，例如進行必要的調查或有合理懷疑。如果警員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延遲歸還身份證，這可能被視為不當行為，甚至構成失職。然而，是否構成失職，還需視具體情況而定。如果延遲是因為正當的執法程序，例如進一步核實身份或調查相關案件，則可能不構成失職。但如果延遲缺乏合理理由，並對當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擾或損失，則可能被視為失職行為。對於當事人而言，如果認為警員的行為不當，可以通過正式渠道提出投訴，例如向香港警務處的投訴課反映情況，或尋求法律建議。在投訴時，應提供具體的情況描述和證據，以便相關部門進行調查和處理。總的來說，警員在執法過程中應遵守法律程序，並在合理時間內歸還身份證。如果延遲歸還缺乏正當理由，可能被視為失職，但若有合理原因，則不構成失職。公眾在遇到類似情況時，可以通過合法途徑表達意見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